都看到抢头香的活动是闹热滚滚。也那庙的伫初一的时阵卖抽签来预测今年的国运。亲像泸州的应莲寺，就抽出属龙工商四支签，龙的部分是抽到签王，代表今年万事拢会顺遂。也那伫台南真出名的南昆新大天府是抽到中上签。该签的老师讲，主事者就爱心掠好正，做好代，而且咱人伫6月了后，国运就会愈来愈好。正月初一到庙寺参香民众未少，各大庙寺拢有抽签，有测国家运势。像泸州的应莲寺抽出属龙工商四支签，其中龙签抽到签王，代表万事大吉。还是要努力嘛，爱领金啊，大家爱领金啊。如果再有这个国运上签，应该是不错了。国际局势就是多变嘛，所以说台湾的话要尽量向国际去，就是说展望。应莲寺的国运签，民众大部分感觉是好吉兆。因为以真正出名的台南南昆新大天府抽出挂绣攀比正正数级的国运签，比该读是中上签。当然是会紧张啊，怎么会不紧张呢？对啊，但是抽出来是大家觉得，刚刚看见大家喜悦，我就觉得很放心的啦。公事不知阴世事，咱世间人唔知影阴事的代志，只要咱行善积德，自然国家运势就会当昌隆。其中庙立玉清宫向文主公求本来年的国运，其中抽出来人民运签是大吉。要中华南药宫的四季签拢抽到上上签，也比该读是整体运势会愈来愈有气势。记者综合报道。